台湾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未少长辈无爱增加囝儿的负担，是选择带老人公寓。囝儿自由，家己嘛自由。不过即马大部分私人咧经营的，一个月就要几若万，是贵三三。新北五股就成立第一间公办民营的老人公寓，逐个月一个食大万外块就会当解决。后袂少想要家己说出的长辈，想要登记去住。 76岁陈阿嬷伫老伴过身了后，将厝卖掉，住伫位老人公寓已经5年外，毋那3顿免家己煮，也可能交到共会朋友，伊感觉生活是自在佮欢喜。我现在也走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让他们自己去独立，他们也自由啊，我也自由啊。 同款也是75岁齐先生，少年时阵甲太太离婚了后，独一个人生活，因为囡仔拢住伫国外，伊无想要增加囡仔负担，所以住一位老人公寓，也享受家己的生活空间。离婚以后我就自己住了，所以我有独居的这个情形，而且习惯已经很习惯了啦。 因应超高龄社会甲家庭形态改变，新北市第五股区成立第一个公办民营老人公寓，满60岁以上的新北市民身心健康、生活应自理拢能申请。中低收入户独居老大人甲无自用主体人应承住。一人房加上双人房，应提供80个人来住。除了有专为老大人设计无障碍居住环境，根据呼叫认定，也会办各种文康休闲活动，应消除老大人的孤独感。 我们有一些体适能的课程，有肌耐力的课程，也有静态的打鼓、非洲鼓或者是园艺的课程。课程的设计呢，主要呢就是延缓它老化。 目前大部分私人养生村大概保证金差不多20万起跳，加上每个月几啊万的租金费用，毋是一般退休的老大人能负担。新北老人公寓每个月正大费用干来万外，介绍真亲民。老人公寓毋那是居住空间，佫是帮助健康的老大人，实现有尊严而且快乐的退休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